你好，是顾家欢收看1月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日前专程来台南跨年演唱的韩国团体 EPS， 因伫登去韩国以后，嘛制作记录因来台南的影片。影片除了登上韩国电视台 SBS 以外，伫各大社群网络嘛造成真大回响，等于是替台南进行国际行销。即摆受邀请来台南跨年演唱的韩国团体 EPS， 因卖力的表演，除了互国内观众不管看还是听，拢相当入迷。更难得的是，因登去韩国以后所制作出来台南特别专辑，除了演唱以外，因去安平大鱼的祝福甲神农街等影片，拢登上韩国 SBS 电视台放送。其中伫 Twitter 12点钟内就吸引22000人观看，等是替台南行销，互台南再次登上国际版面。伫影片尾声 ，EPS 成员嘛讲着因会当伫台南遮尔大的舞台，甲大家过年是真大荣幸。2023年新的一冬，嘛会替台南祝福。市长吴伟霆则表示，真欢喜因对台南有遮尔好的印象，期待因后一摆会当过来，找到更较侪台南的美好。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今年已迈入第11档的中西区普济电灯会，是台湾少数由地方结合街区所办理的灯节。每一档农历12月25启灯，一直到元宵节，用挂上千个彩绘花灯，营造过年的喜气。离举办到今已经超过10万人次参观。今年更是第一摆发表主题曲，希望吸引更较侪参观人潮。2023府城普济灯会将伫1月16登场，由着市府观光旅游局协同普济文史研究协会9号上午特别举办普济灯会主题曲的发表，包括市长黄伟霆、观光旅游局、民政甲文化等局处的主管拢到场参加，现场邀请声乐家李思源来献唱。祭奠你出现，缓缓涌出幸福平安，飘进我的岁月上。已经迈入第11届的府城普济灯会。今年的主题曲《灯笼的亮光》是由着黎明中学的校长罗家强来作词，南英大音乐系学生苏志宽来编曲，歌声中甲现场高挂的普济灯笼互相辉映，希望借由歌声甲灯笼，互游子有返来厝的感觉。第11届等于11年，这11年来啊，会当对无教育经过足困难的种种问题，也感谢咱市政府各单位的协助，甲咱这优良的厂商的鼎力的相助，互普济灯会会当一年搁比一年搁较好。普济灯会真的是完全靠妙方，甲咱的，你看这边有国小组、有国中组，跟我们的同学一起创意来达成的。不但花费最省，这符合我的理念而且。这个最获得大家的肯定，不仅是台湾肯定，而且还打国际杯，在世界、在国际上也有知名度。这点就是非常谢谢感谢咱普济电咱所有的志工，以及文化界的朋友，以及咱各位校长大家的支持，能够让同学发挥创意，把它画出来。市长表示，府城普济灯会是台湾少数由地方结合街区来筹办的。由着民间企业甲市府共同赞助，活动一档比一档搁较盛大，甚至被票选为台湾10大灯会之一。市长承诺，未来将会持续加码，
希望互破财灯花会用来照光全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武南里社区办理关怀据点活动已经将近20档，推动长者共餐毛3档外。伫过年之前，侪侪参与健康促进课程的长辈，教学上午嘛以弄果来展现成果，场面相当感动。武南里社区平均780岁时段，透过广告，每一位全新的眼神甲美丽的动作，拢无漏到，真使人感动。因对2档前接受组织服务团队1个月1摆，用音乐甲广告来带动健康促进以后，就互指导老师对因的表现印象深刻。这个鼓的招数其实大概就是跟日本太鼓其实蛮接近的，那只是把它动作简化。那开始来练习的时候，一开始呢，我总觉得说大概一首歌可能要教个1年半年，大概才学得会。可是我比较惊讶的是，我们大概只练习2次，他们就把基本动作全部都学起来了。那也就是说，其实这让我们觉得就是文兰里一定是非常用心的在陪伴长辈，所以让我们的长辈才会有这样的学习的能力哦。那还有学习的欲望，所以我第一次教完鼓之后，那个阿公阿嬷跑来跟我讲说，哦，我主持人跟大汉那我们班偶贵怕够哦，那好高兴有人愿意来教我们，所以这我也觉得蛮欣慰的。开始让来社区参与活动，对这群长辈来讲相当要紧，特别手脑变用就是预防失智。所以武南社区办理关怀据点，除了规划长者共餐，嘛持续甲组织等团队合作，安排相关课程，达到身心运动的效果。特别的是，因的鼓拢是塑胶桶仔回收所做的，布嘛是家己车，头巾顶装饰嘛是家己包，包括cré信更是候选人的精品所改造，符合环保社区的精神，嘛互专程参与的肖局长相当感佩。用这个鼓吼，你的骹手加你的眼睛协调，脑拢相协调，这对咱是大人吼的失智预防的才有帮助。今年咧，咱委托市长的重点有一个叫做轻盈福利。这轻盈福利的盈吼，就是咱的是大人。这是大人的重视咱的健康的老人。100%非常非常的精彩。我想借由今仔日咱文南社区关怀据点，举办这个咱长者共餐，嘛非常欢迎咱慈济咱的各位师兄师姐，给咱共同的参与。互咱今仔这个岁末联欢，会当讲真干了足侪温暖，甲你讲一声努力。这个鼓呢是咱迄个回收的物件，就是咱做糖哦，迄糖桶哦，落去做回收。阮连长呢陈秀慧呢，来车来车布来做。因为慈济呢，伊遮弄的长者呢，逐工足欢喜啊，因来遮运动啊，佮安尼起来哦，中昼去遮长者大家做伙共餐，伊做足欢喜。岁末的时节，武南里社区伫公部门甲议员等贵宾的见证来成果发表，嘛借此表达祝福感恩。这社区关怀对咱社里的帮助有赞哦！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每一当家喻户晓伫各界支持，拢选定1月份来举办盛大武艺响宴。今年已经迈入第34届，各县市配合暗时拢组织台南做伙交流学习，希望用一份对武道的坚持甲热爱来迎接新的一冬。每一当家喻户晓，拢选伫1月份举办武道响宴，就希望用武道的美好甲力量来迎接新的一冬，嘛借此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根据了解，该活动已经迈入第34届，我可以一份梦想甲坚持，加上各界肯定甲赞助。其中，将属护理工作30档的大会会长詹林雪，嘛伫公职退休以后，因为缘分接触爱上跳舞，想要当作一生的学习，同款因为坚持，鼓舞大家爱跳出健康美丽。过去这3年的疫情当中，我刚好发生我这样从朋友的时候，我发生了2次车祸，还颇为严重，多处骨折。
本来以为我大概从此跟舞蹈就绝缘了，因为手不能动，胸不能动，还好腿还可以动。只是，所以那时候想做舞蹈，可是我自己心里有一股我的灵魂觉得我还要再跳，我要再跳舞，所以抱着这股毅力，我就把舞蹈的动作当做一个复健运动。所以我说人哦，心中有梦，梦就会实现。所以我今天是不是实现了站在这里来表演给大家？这边跳得不好也请包涵。2023年的武艺大响应，除了有台南，也有来自真济外县市的队伍拢来交流，场面相当的盛大。希望吸引更较侪热爱舞的朋友做伙加入因的行列。今天的武艺大响宴，有来自高雄、嘉义、台中、台北，然后今年还特别的，就是请到一对外国舞者来担任巨星表演，然后希望有更多爱好舞蹈的来宾，爱好舞蹈的舞者，可以来健身运动。不管男女老幼，透过对舞蹈的热情，嘛，互因用舞蹈来交朋友，展现自身活力。今日新闻管及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
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五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特别过年，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一丁看见真侪弱势族群的需求，所以配合结合澱市怀宁关怀协会甲元和宫全台白龙案来举办爱心活动，会中发送白米甲红包等物资，互北区的低收入户，希望抛砖引玉，互爱心传达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来自北区低收入大约260户户下住家弱势，一早就来到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一丁服务处，因为明代结合怀宁关怀协会甲元和宫全台白龙案共同举办爱心捐赠活动，用白米、豆油甲沙油等物资，以及600块红包，要来关怀弱势，互大家好过年。会中北区区长嘛到场颁发感谢状，肯定民间的资源以及所有志工的付出。那今天主要是针对1、2款的低收入，总共有在北区有200多户，然后都可以得到包括白米啦，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物资，还有大家很需要的这个礼券哈。主要是希望过年快到了哈，让所有的弱势朋友都可以过个好年。那真的非常感谢怀仁关怀协会发起的爱心，那也希望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加入爱心行列，一起来关心弱势的朋友，也祝福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过个好年，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议员表示，比用社地转介真侪需要帮助的个案，请求怀宁关怀协会来到3天，到过年前嘛持续公益行动，同时结合元和宫全台白龙案，要来扩大爱心。我们就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就是活动。那我们希望是说，我们有一些企业界的人来赞助我们怀仁这边，那能让我们这一些我们这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能过一个好年。年的人比甲顶年较多一丝啊，但是也是说我们能做，我们尽量能做的时候，我们都能就是大家能把这些我们怀仁的会员啊，还有这些就是企业的时候结合起来，一起来努力。并带结合民间的资源甲正人的力量来传播爱心，嘛互公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今日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澱市林主会一年一度受辅助学生的3见面，今年有20几位学生出席。林主会除了招待大家享受一顿青草，嘛送红包，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的喜气。当然，这受帮助学生拢相当有效，冒用优秀的成绩来回应该会善行，甚至表达日后要回馈的心。澱市林主会当年用物资甲现金来帮助弱势学生甲家庭，已经长达36档。今年选定完善餐厅，除了要招待受助学生甲亲友享受一顿青草，嘛借出予学生甲林主会爱心兄弟3见面。会中区长甲领导嘛特别出席，以发送红包，并肯定林主会善行，互爱的循环延续。林主会的一份子啦吼，啊，而且吼，咱真感谢咱李署长哈，甲咱所有各部吼，咱即个办了真有意义的即个活动啦吼，啊，主要是吼，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吼，我感觉这意义吼非常的重大，啊嘛非常的这个深远，吼，咱较早是着帮忙的，即摆个倒头转来个帮助别人，吼，咱个讲心手相连吼，啊，互这个善的循环吼能够永续。政府资源有限，不过民间力量无限。林主会包括理事长、辅导理事长以及业务理事长等干部，嘛伫会中佮加发红包，互所有囡仔提前感受农历过年的喜气，场面相当温馨。我们认养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多的公益团体，能够用我们那个人慈会这种精神呢，能够抛砖引玉，更广面的让全
全国的各位公益团体能够多的来把这个精神推展出去，因为他们个个都很努力，很有付出，所以我们人慈会做这36人这种认养的工作，我们感到心理上有这个成果，心理上真的很感谢也感恩。对这群学生来讲，要因为家庭的困境来累积，等到更努力伫课业顶面，甚至有的搁爱照顾家庭，嘛深深感受因日后有成要回馈社会心。所以会中以办法对国小、高中一直到大学优秀学生的奖助学金。认养人的帮助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学习资源，去学习一些我想学习的东西，以及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其他人的学习，也让我有更多时间去照顾我的父亲。我读中文家商，然后被帮助，我觉得非常感谢，可以让我可以更努力的读书。长大我有能力，我一定会来回馈这些弱势的人，然后帮助更多人。林主会表示，因的爱心行动伫大台南无限区域，只有通报地进行查访，依照单亲变故等家庭的困境来救助。原则上到18岁，目前受助对象也阁有35位，嘛成为该会真要紧的年度要务。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开始政府有限，民间力量无限。国泰慈善基金会9号下晡嘛，捐赠由喜哈儿庇护工厂所做的年节油饭，要来送予台南12个行政区，总共470位弱势甲独居老人。农历春节就要来到，市府连结社会资源，照顾台南的长者。9号下午，国泰慈善基金会特别捐赠由喜哈儿庇护工厂制作的年节礼盒，要予全市12个行政区470位的弱势独居长者，由着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岁末年初了，很多社会福利的机构，当然想说岁末来帮忙，但特别谢谢国泰慈善基金会，因为对于年长者来讲，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支持，那就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更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爱，以及来自这个城市的爱。那国泰慈善基金会长久以来都是这样来关注我们社会上比较弱势的朋友。我们慈善基金会呢，希望呢，大家捐赠出来的力量呢，一点点的心意呢，能够透过一个比较良善的循环，我们购买、采买喜哈儿基金会的一些他们产品。他们所制作出来的东西呢，让他们呢能够照顾这一群需要照顾的朋友以外呢，也将他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生活上的或者是使用上的一些产品呢，来捐赠给刚刚市长讲的一些地方的需要帮助的一些孤老也好，或者是生活上确实需要关注的这些同仁伙伴也好，我想这个最主要的用意呢，是希望产生一个比较良善的循环。市长表示，目前全市老年的人口大约有33万人，其中坐车独居长者有3025人，有一寡独居长者需要引进更较侪社会资源来照顾。因此，特别感谢国泰慈善基金会会用发挥互助的精神，响应公益，照顾独居的长者。未来希望公私协力，会用实现高龄友善的城市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月9号中间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